歡迎收睇天氣報告。本港現時氣溫15度，相對濕度73%，火災危險警告為黃色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。喺過去嘅1個鐘，京士柏錄得嘅平均紫外線指數係2，強度屬於低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3至4，風險水平處於低至中；而路邊監測站係4至5，風險水平處於中。跟住睇下天氣圖，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。天氣方面，預測大致多雲，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天氣乾燥，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跟住係本港未來5日嘅天氣預測。聽日星期一吹東風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係15至到19度。星期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夜晚沿岸有薄霧，氣溫係16至到20度。而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朝早沿岸有薄霧，氣溫係16至到21度。星期四大致多雲同乾燥，初時能見度較低，天氣轉涼，氣溫係14至到17度。至於星期五大致多雲同乾燥，朝早寒冷，氣溫係12至到15度。最後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呢次天氣報告完，拜拜。